啊？彤彤姐姐，这味道好像是从你那边传过来的耶。哦，彤彤姐姐，你去逛夜市哦？哦，对啦，我昨天带我的表妹还有点点亮亮他们去逛夜市啊，怎么味道还在啊？哦，彤彤姐姐不公平啦，你都只带他们去。哦，好了，对不起啦。那为了公平起见，今天我带某某跟小蜜去，好不好？耶！那我要吃烤香肠，听说那家很多人哦。真的没错，那一家坡盐葱烤香肠真的很好吃哎，今天还要再吃一次。还有，沾了花生粉的猪血糕。没有错，好好吃的猪凤糕哦！其实夜市里面还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哎，譬如说章鱼烧啊、臭豆腐啊、冰淇淋啊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？我的口水快流出来了。没问题，那不能再说我不公平喽。好，你最公平了。坡盐葱烤香肠，坡盐葱烤香肠。彤彤姐姐，要黑马给米西。哦，是坡盐葱的味道。完了，我肚子都饿了。猪凤糕、猪血糕、猪凤糕、猪血糕。毛毛，你喜欢吃猪凤糕吗？黑黑的，我不敢吃。那我请老板帮你加点花生粉，就变成黄色的啦。我还是不敢吃。那我只好自己去买香喷喷的猪凤糕喽。坡盐葱猪凤糕，小朋友有吃过夜市里的美食吗？彤彤姐姐最喜欢了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伟